我是来自色尼区的参赛代表，我是3号选手，我叫土登多奇。其实每次站在舞台，我都非常的兴奋，尤其是得知有机会成为家乡旅游大使的我，更是倍感荣幸。所以，我也非常的感谢给予我这次机会的评委以及领导，还有各位老师，因为这样的舞台给了我。给了千千万万个那群年轻人光荣和梦想，所以我想用手中的话筒讲好这片生我养我的那曲故事。首先呢，我给大家简短的介绍一下我的家乡。我的家乡那曲市地处西藏北部青藏高原的腹地，是个年轻的城市。这里是进入西藏的北大门和中转站，这里是伟大祖国海拔最高、陆地面积最大的地级市，这里素有亚洲水塔、江河池源之称。其实，我想告诉大家的是，西藏本没有海，却收藏了世间所有的蓝。那曲虽没有树，却从来不缺象征生命的绿。我也真诚地欢迎大家到我的家乡走一走、看一看，领略大美西藏，感受极地那曲。接下来，我想用我的一首朗诵，表达我对家乡的浓浓爱意。在雪域高原辽阔的天际下，西藏各族儿女的心紧紧相连，汇聚成一曲高昂的赞歌，回响在世界屋脊之上。今天，我们站在新时代的潮头，共同朗诵一首关于团结、梦想与希望的诗篇。我站在广袤的羌塘大地上，一遍遍地释放着心中的喜悦。我顺着阳光照射的方向，看见了这个季节的亮点，那是一朵朵盛开的邦锦梅朵，如同我们一颗颗感恩的心。在我们前进的路上，忽然忽就传来一首牧诗，一首牧人对新时代的赞诗。这一期呢，人们亚瑟内他一用为没有的新看的，三对的样子确实没错，也不能出备，那有你妈的一样子。想说给拿出呀，现呢，人家为从谁当枪哈，老要让这边他这个新看。人呢，跳到哪里，我拿到小贝拿去赢；人呢，跳到哪里，我做了准备打起赢。在当地参与美美项中，对当地被改变了点呗，部队的简单的选手，拿去呀，俺呢拿去给创造赢了，俺说呢拿去给包发洋赢。萨马西相当幽默的，这才对让开帕语的。它的大致意思就是辽阔的羌塘草原啊，当你不熟悉它的时候，它是如此的荒凉；当你熟悉了它，它就变成了你可爱的家乡。吟诵着这首传至千古的藏式牧歌，让我们共同走进苍茫的藏北大地和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。谢谢各位。抖音。